係老闆請佢嚟嘅。佢哋你老闆好錫你，佢唔係淨係出糧俾你，佢好希望你接受耶穌做佢嘅救主啊！你坐咗喺邊度啊 ？Serene 你嗰台，我落嚟請你啊 ！OK， 我落嚟嚇。請可唔可以大家一齊唱呢首歌？呢首歌咧叫做《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，我想邀請你出嚟，我想邀請你出嚟。OK。在無數的黑夜裡，我用星星畫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亮我這世的見到你，在我的歌聲裡，我用音符讚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信仰的。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認識主耶穌。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穌。邀請你，我每一堂帶你。OK， 就開始啦。你今日唔想翻屋企咧？有咩人睇你先做啊？我要邀請你先結束，好嗎？來啦！行，然後有人俾你出去，有冇人可以陪呢位姊妹出去？